哦，要求要贵哦，要拍这个3句，不跟你讲了，赶快交钱走。我想袂到，今仔日会有机会来这个台顶甲全校，伫咧新店时用台语来教大家讲话，这我以早想袂到的代志吼。所以咱今仔，甲各位介绍一句吼，看无不要紧吼。来，这句戏边骹徛久着人的，有听过举手？哈，很少。阮以早2020咧做老弟的时阵哦，拢定定请迄歌戏团来歌戏。我大人拢是头前咧看戏，阮囡仔哦看无做无了，阮伫咧后台吼看演员在换衫。我莫想，莫学袂想吼，迄演员哦换衫内底有哪穿白衫哦，因为迄一个人换做侪角色，有个人吼是一个大将军，伊来换衫随便做查某干啊，所以足趣味的。阮囡仔吼伫咧台头前看无，但是头前徛足侪大人，人足侪徛甲满满，所以有个人吼就远远看无，迄位足歹的。但是吼，伊徛久，因为人来来去去，有个人吼就走，你若看头前个人走，你就刷位头前，你徛久吼，慢慢刷，慢慢刷，怎刷位好位看着足清楚的。所以即句话表面上是即个意思。伊真正即摆是鼓励人讲，你无论咧读册，也是咧做工课。有当时吼，你的成绩、你的药名吼，也是你的地位吼，较低，无足好。但是你若有耐心，坚持落去，慢慢做，总有一天你会慢慢爬去好位。这个是咱讲戏边骹徛久着人的，所以。咱生气的时阵，定看到有人伫头前咧领奖，你下骹，莫讲，你著爱想讲安怎？来，做伙讲即句。戏白骹。你爱安怎想？来，戏白骹，安怎？徛久着人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徛位台顶来，或者是你，我今仔介绍一句台语的俗语介绍到这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来咱，有讲真的来，讲来一下，这样讲一天。来，咱国庆的母语日拜跪。来，迄个到有厝吼，领5张奖励贴纸。来，安尼个有人会当出来甲用麦克念一遍无？来，举手。无咯，即句话念一遍。我多谢我教的班吼，来多谢起来。戏皮骹徛久的人的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多谢大家。